手臂中枪了，为什么一点影响都没有？我的武功练进了骨髓，你那一枪只相当于普通人削水果削破了皮，我其实连创口贴都不用贴的。功夫真的这么强？练成暗劲之后，必须要用声音来接应，用声音来震荡骨髓。什么声音？虎豹雷音。天神呐！哎，等等，告诉我谁派你来的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这里？抱歉，这只是生意。你刚刚用的腿法，用的是咏春门中的劲。你的师傅是哪一位？抱歉，在你面前，就算无名小卒吧，连枪都不怕。你枪少呗。你去死吧！哎，离职回家吧。这个任务对你们来说，地狱难度。喂，来我这处理一下，3个人还没死。好，算你还我之前的人情。我等会儿就到，用心盯着。提什么提？让就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。对，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，不让。